我哋國家嘅對外投資並未因為貿易摩擦而減慢，無論係對外投資定係企業併購計劃，喺目前環境之下依然係十分蓬勃嘅。咁樣顯示中國企業出海嘅熱情。根據我哋今年前面7個月嘅數據顯示，中國對外投資總額超過900億美元，其中90%係非金融類嘅直接投資。根據中國商務部嘅統計，中國企業對香港嘅投資係遠超其他國家同地區嘅。內地企業往往先注資香港公司，再對外投資，亦都可以理解為中國企業正在利用香港嘅制度優勢，借道香港出海。香港嘅金融業，尤其係銀行業，係可以向呢啲內地企業位於香港嘅投資平台提供各種金融服務方案，支持企業出海。又或者可以更進一步，主動協助呢啲內地企業喺香港建立投資平台，提供多元化同便利化嘅金融服務。